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咁咧，首先咧就好抱歉，因為咧喺上一個月咧工作同埋侍奉嘅忙碌咧，我咧就未有機會咧去拍攝5月份嘅築居台嘅呢個月曆嘅宣教士嘅分享，所以今日咧我會咧一次過咧係將我哋喺今年築居台月曆裏邊5月同6月兩位嘅宣教士嘅介紹咧，一次過同大家去分享嘅。喺5月同6月裏邊咧，我哋有兩位嘅宣教士去同大家分享。5月份咧，第一位咧係我諗我哋都經常聽到佢嘅名字嘅一位可以話係中國嘅宣教之父亦咁樣形容嘅人戴德生。咁戴德生佢係中國內地會嘅創辦人啦。咁佢喺英國出生啦，佢本身咧係有醫學嘅背景，而喺佢立志去宣教嘅裏邊咧，佢亦好努力去學習中國嘅文化包括中文。喺佢年僅21歲嘅時候，佢就踏足中國嘅土地。佢睇到中國咁大嘅呢一個嘅地方尚未接受福音，所以咧喺1865年，佢就創立咗中國內地會，成為佢一生亦都係中國宣教裏邊一個歷史上面好重要嘅一個事工。喺佢前後51年嘅宣教生涯，佢咧總共差派咗800多位嘅宣教士，足跡咧可以話遍及中國唔同嘅地方，建立咗125間學校，有超過1萬人喺佢直接或者間接嘅呢一個嘅事工裏邊咧係歸主。喺戴德生嘅生平裏邊啦我哋睇到點樣去將呢一個神俾佢宣教嘅信念去實踐呢？首先，佢係喺信心裏邊係擺上啦，特別喺佢建立內地會嘅裏邊，或者佢自己宣教歷程裏邊，佢係絕唔會主動去籌募呢個嘅經費，佢係完全強調要依靠上帝嘅供應。喺佢接觸中國嘅文化嘅時候，佢放低佢自己嘅文化背景，去學中文，去學習好多中國嘅文化。而好特別喺剛才頭先嗰幅相裏邊，你睇到咧，佢係去穿漢服啦，佢去留一個辮啦，學嗰個方言啦，係真真正正融入當地嘅文化。而喺佢去建立教會裏邊，亦都強調係要去培育本地嘅信徒，嘗試將嗰個嘅信仰嘅群體咧係要本色化。喺佢咁多年嘅宣教同埋佢之後建立內地會嘅接續呢一個宣教嘅使命裏邊，係經歷好多嘅艱難，甚至戰亂，但係佢仍然堅守使命，所以咧佢被形容為咧中國嘅教會之父，或者叫宣教之父。佢最出名嘅一句名言就係佢如果有1000磅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如果佢有1000條嘅性命，佢唔會留低一條咧唔俾中國。而唔係中國，其實係基督因為咧係佢嘅救主佢為佢哋所做嘅咧係唔會嫌太多。呢個係第一個同大家介紹嘅人物戴德生。第二位咧同樣係嚟自英國，叫做斯特德。咁咧佢唔單止喺中國啦，其實佢後期咧亦都喺唔同嘅地方去宣教。咁本身咧，佢係喺一個英國比較富裕嘅家庭長大，甚至咧佢曾經咧係一位咧喺英格蘭裏邊，當時叫英格蘭啦，一位知名嘅板球選手運動員嚟嘅。1884年嘅時候咧，佢喺一場報道會裏邊咧，改變咗佢整個人生嘅軌跡。佢咧其實係喺，如果你有聽過喺宣教裏邊嘅歷史咧，曾經有7位同樣係喺劍橋，當時劍橋大學一啲尖子嘅學生嘅信徒群體裏邊，有7位咧，佢哋回應神嘅呼召去咗中國啦，同埋唔同嘅地方宣教，稱為劍橋7傑。
斯達德係其中一位，佢咧遠赴其中一個嘅就係嚟到中國啦，佢去到山西啦、四川啦，今日可能對我哋嚟講都係好偏遠嘅地方啊！當時你更加難以想像，係非常之難到達。佢用佢嘅背景、體育一個運動員嘅身份，吸引民眾，當然係宣教。佢捐出佢嘅遺產，去過啲好簡樸嘅生活。呢一位由運動嘅明星變成一位宣教士嘅呢個信心嘅見證，呢個信仰係讓我哋睇到點樣去為主獻身。喺佢嘅生平裏邊佢點樣實踐佢嘅信念呢？佢除咗喺中國，後期佢去到印度，1894年佢輾轉啦，返英國，再去印度有6年喺嗰度咧去做嗰份工作。後期佢再喺50歲嘅時候咧，去到非洲佢咧去到一個咧當時叫做白人墳墓剛果呢個地方去開荒傳教，一啲都唔容易。佢創立咗環球福音會，強調為基督不惜一切嘅奉獻精神。佢咁樣講，佢話：如果基督耶穌係神，並且為我哋死，咁咧冇任何嘅犧牲係大到我唔願意為佢做。今日咧，我哋一口氣睇咗兩個人物啦，戴德生、斯達德佢哋咧同樣係去喺中國或者喺唔同嘅地方去宣教。佢哋兩位其實都係宣教歷史裏邊好重要嘅人物，但係兩位嘅生命咧，俾我哋睇到有一個唔同嘅風格。戴德生建立咗中國內地會，佢用佢嘅恩賜以策略啦、組織啦建立系統化嘅一啲宣教模式啦，影響深遠。斯達德當然佢都有創立佢嘅一啲嘅差會，但係咧喺佢嘅生命裏邊，我哋見到特別就係佢以佢個人嘅行動力同埋犧牲嘅精神文明，跨越咗3大洲展示咗呢一個好極端嘅對奉獻嘅熱忱。兩位嘅人物同樣都係回應宣教使命，有好唔同嘅特質、生命嘅風格。今日咧提醒我哋乜嘢咧？我哋咧可能都係神對我哋都有唔同嘅呼召。今日咧，我哋唔需要咧每一個人完全一模一樣咁樣去回應神嘅呼召，反而係可能用我哋嘅機遇、我哋嘅性格特質、我哋嘅恩賜才能，配合上帝嘅感動。每一個人嘅故事都係可以不同，但係每一個故事都係精彩。希望咧，我哋一齊努力接續呢個宣教嘅使命。最後再次鼓勵喺5月、6月裏邊，喺我哋嘅宣教嘅月曆中間，有我哋支持緊嘅唔同單位嘅宣教士同埋佢哋家人嘅生日啦。希望咧你都記得喺每一個日子裏邊咧，如果你認識嘅，真係邀請你為佢祈禱。如果你可以聯絡佢嘅，送上你對佢哋嘅祝福。就算唔認識嘅，都希望一齊禱告去將我哋嘅宣教士擺喺我哋禱告嘅裏邊。下個月再同大家分享，祝福大家。